续来看台中市政府积极推动，而且辅导企业来设置再生能源甲减碳节能，希望产官界做伙来打造永续城市，达成2050净零碳排的目标。台中的16间企业拢是即摆参加台中市政府主办的阳光 A 加竞赛和商场低碳认证的得奖者。透过这个竞赛啊，希望能够鼓励大家能够注意这个节能减碳注意到环境的这个保护这一方面。为了达成2050净零碳排目标，政府积极推动和辅导企业设置再生能源和减碳节能等相关作业。所有的能源状况做盘查，来了解我们所有耗能的状况。那这个盘查出来，我们必须透过系统来管理管控，让它透明化。那我们的目标的话，会配合政府在2050年的话达到零排碳。台中市再生能源太阳光电4倍钟提早达标，希望透过民间企业的力量，让台中变作热能永续的城市。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